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初1，旧历的2月26，礼拜一。今仔日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新北市南口有一个妈妈用心计较，甲查囝送去补习，而且对这间补习班真信任。查囝为国小2年到6年拢伫这间补，想袂到竟然拄到色狼老师，去互一个不熟的老师甲乌白来乌白乱蒙，妈妈的心拢脆了。也毋过，这个老师讲，无这款代志，拢是囡仔生话造谣，一切交予律师来处理。我觉得他们把我们对他的那个信任，然后拿来当做伤害小孩的工具。这做老母的愈讲愈激动，想袂到讲将查某囝送去补习班，会拄到不良的老师。这样教我女儿，然后他的这一只手是直接就是伸到我女儿的内裤里面。那更可恶的是，他教有时候通常都小朋友走光光，可是有几次是有少少的小朋友过来，他手就伸出来教一教、讲一讲，然后小朋友走了，他又把它伸进去。拄开始佫唔知影，后来才知影讲，这个老师是为去年9月份到11月份乌白蒙因查某囝，一直到28迄一天，伊甲这个囡仔训课的时，才发现唔对。妈妈，我跟你讲一件事，可是你不能生气哦。老师之前都会亲他，然后说我们可不可以再更进一步这次把舌头伸出来。字了写拢是因查某囝被欺负的过程。老师讲要将个囡仔做完功课会带去看电影，发现讲电影票早就订好啊。代志发生伫新北市南口一间补习班，11岁囡仔为小学2年级补到6年级，和这个补习班老师兼负责人乌白蒙，通报教育局有介入处理，列为无责任的老师，也毋过听讲要伫上课。其他的家长因为不知道这些事情，那妈妈可能有询问说老师的状况，才知道说老师还是有进补习班的。针对这指控，老师透过律师回应，要交予司法处理。那这个做老母的是讲，老师拢总无承认，嘛无一句实例，伊坚持要加告。可笑的是，补习班柜台搁搭一张禁止性骚扰，真正是看起来真讽刺。